孩子堆积木，木质家具师傅魏荣明忙得很开心。好玩啊，它就是好玩。手工家具不受限工艺逻辑，顾客会表达需求，但愿意信任他，相信他的天赋。其实整个制作的乐趣就在于这个3层到4层的空间的发挥。所以把这个放上去就是电视架，是，就是一个电视架的轮廓雏形。哦，我们把它放上去，小心哦，压懂虫哦。压懂虫哦，这很重哦，卫生要小心，走的。OK。能有卡榫就不用钉子。魏荣明坚持以最低加工表现原木的朴质。我还是认为木头还是需要经过一些人为的整修，一个人文的涵养。那个优势就是手工的情感。松木衣架、桌椅、层架来源其实都是漂流木或回收木料，让缺陷本身成为一种美，重新赋予新生命。这是他的故事，他的人生剧情。那反而对我来说，反而这一类的缺陷，反而比较能够让我有灵感、有想法去表现它。不同木料的拼接，犹如不同生命轨迹的串联。魏荣明相信，家具的主人们会感受那份原始的趣味和美丽。除了多了一些原木的气氛之外，它还因为这个东西多了一些家庭的温馨。这是我希望我的家具可以带来的一个功能。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木材，这么做，它变成了花器，可能就让你的生活不一样了。在这里感受到很强烈的氛围，不要去忘记各种可能性，试试看，透过你的手可以寻找的乐趣，在规格化的社会里面，不要忘了是可以自己找到感动的。压懂虫哦，愛性，壓懂蟲哦，愛性。